老板最近桃花很旺呢。哎，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呀？我选贝总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我选帅哥前男友，贝总要是能搞定，早成了。邓子贤啊，邓主任，等会儿。什么情况？这俩人不会打起来吧？我姐这回，那。花很漂亮，谢谢。林总，哎，来了。高总，唐小云，哎呀，这太巧了，高总，我正愁上哪儿找靠谱的投资人呢，就碰着你了。我听说你去瑞士了，还和林总，你们复合了？我就说嘛，你们绝对是天生一对，很般配的。唐小云，你误会了，我跟高山现在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你们哦，你行了，咱们聊正事吧。啊，对对对，运石，我出事儿了。怎么回事？你是摩天的人，我在摩天见过你。林总，哦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跟运石的案子没有关系。稍等一下。哎，林总，哎，我呢已经决定，就委托高总帮我找投资人了。既然这么巧，我们仨开个会吧。这是你的事情，自然听你的。虽然我目前所在的基金没有涉足科研领域，但我有个朋友对此非常感兴趣，而且刚好他最近就在国内。是那个陆小姐吗？她是我朋友的未婚妻。抱歉啊，之前他想帮我试探你。你不用解释，她是谁都好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其实啊，这2年我也认识了一些投资人，他们对我的新项目也很感兴趣，毕竟运势珠玉在前嘛。但我唯一能信得过的，也最信任的，只有高总你。高总，我一直欠您一句谢谢，毕竟如果当时不是你坚持，我根本看不到未来那么广阔的天空。谢谢你。如果你非要谢的话，你最应该感谢的人其实不是我。以前我就像一个热衷于掠夺厮杀的猛兽，蚕食猎物才会让我兴奋。那时候我的人生根本就没有温度，甚至连时间都是停滞的。直到有个人突如其来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那个人给我带来了光明和温暖，是他教会了我，如果用伤害去回报伤害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。本来我以为我的世界里不会再有色彩了，直到有一天，开出了玫瑰。这是时间的恩赐，也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。那个，林总、高总，我就先走了，这个事儿就拜托您了，林总。哎，好。